我哋台山居正學校原來係黃氏族人為咗紀念始祖居正公喺1926年創辦，係台山第一間嘅私立學校。喺1950年遷至台山白沙潮境區，喺1984年又再遷至台山台城東郊，改建成為一所現代化嘅新型居正中學，亦都係台山第一間由華僑捐建嘅職業學校。經過歷屆師生嘅不斷共同努力，為國家培養出一大批嘅優秀人才。而我哋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成立於2012年，作為居正中學喺美西海外嘅校友會，我哋不忘初心，腳踏實地，與時並進。經過各位同仁嘅不斷共同努力，我哋校友會已經成為校友們聯絡感情嘅堅實橋梁。各僑團嘅首長、各校友會嘅校友，以及嘉賓朋友，今日係我哋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成立13週年嘅慶祝，好多謝大家能夠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到嚟。以我哋同慶共學，我哋表示衷心嘅感謝。我哋嘅校友會
一路走嚟，都係得到各僑團、各校友會嘅熱心嘅支持，我哋係離唔開大家嘅努力嘅。我哋每一步都能夠得到我哋校友會嘅校友呢種愛心同埋對校友會無私嘅風氣，我哋多謝大家。我現在宣布，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成立13週年暨春節聯歡慶會，現在開始。首先，我哋邀請我哋嘅會長余成娟會長致歡迎詞，多謝。尊敬嘅駐美中華總會館總董，暨駐美台山農業寧陽總會館鄺建昌主席，台山寧陽總會館伍彥文副主席，尊敬嘅全美皇氏比西總長黃朝爭總長，尊敬嘅全美皇氏元老黃傑忠總長元老，尊敬嘅全美皇氏總會黃偉勝主席，尊敬嘅屋崙皇氏中餐會黃文正主席，尊敬嘅旅美五船山總公所五船燦總顧問伍次明主席，尊敬嘅舊金山灣區中國統一促進會黃楚文會長，尊敬嘅台山聯誼會陳德和會長，尊敬嘅各位桂林嘅首長們，各位敬愛嘅老師，尊貴嘅來賓，親愛嘅校友們，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要喺呢度感謝各位貴賓嘅來臨。我代表主辦方向參與今晚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13週年慶嘅各社僑團、各兄弟校友會表示最熱烈嘅歡迎。今晚我哋齊集一堂，慶祝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嘅13週年慶典，能夠喺呢個溫馨歡樂嘅夜晚，與各位老朋友、新朋友相見，係一件令人感動同喜悅嘅事。回首往昔，居正中學嘅點點滴滴，如同璀璨嘅星光，照亮咗我哋嘅青春歲月。喺充滿活力同埋夢想嘅校園裏邊，我哋汲取知識，結交成友，編織未來。回想老師們嘅諄諄教誨，如同春雨般滋潤我哋嘅心田，引領我哋喺人生嘅道路上不斷成長。光陰任在，歲月如梭。畢業後嘅我哋，各自奔向唔同嘅領域，為生活奮鬥，為理想打拼。然而，無論身在何方，無論經歷幾多風雨，我哋心中始
始終係珍藏嗰份濃濃嘅同鄉情誼，嗰份對母校嘅深深嘅眷戀。而我哋美西台新居正中學校友會，正係咁樣一個溫暖嘅家。佢好似一條無形嘅紐帶，將散落喺各地嘅校友們緊密咁聯繫喺埋一齊。喺呢度，我哋可以重溫往昔嘅同鄉情誼，分享彼此嘅人生經驗，互相扶持，共同進步。過去嘅一年，喺各位校友們嘅共同努力之下，我哋校友會舉辦咗好多有意義嘅活動，增進咗校友之間嘅聯繫，亦都為母校嘅發展貢獻咗一份力量。喺呢度，我要向所有為校友會付出辛勤努力嘅校友們致以最誠摯嘅感謝。喺我哋校友會嘅成長過程中，亦少不了各兄弟社僑團嘅熱情合作。喺呢度，我哋亦都要感謝各社僑團喺過去嘅一年對我哋嘅校友會鼎力支持同埋幫助。展望未來，我希望我哋嘅校友會能夠繼續發光發熱，成為所有校友們溫馨嘅港灣同埋堅實嘅校盾。我期望着更多嘅新校友們能夠加入我哋嘅行列，為校友會注入新嘅活力。我亦都衷心希望我哋能夠攜手並進，共同為母校嘅發展貢獻更多嘅力量，讓舉正中學嘅精神能夠代代相傳。今晚，讓我哋為我哋嘅母校，為我哋嘅友誼，為我哋美好嘅未來而乾杯！亦都希望大家能夠度過一個美好而難忘嘅晚上。多謝大家。好多謝余成娟會長。佢工作認真，願意接手克己奉公，對校友賦予佢會長嘅職責，一直以嚟佢都係勤勤懇懇咁、認認真真咁背負起校友們賦予佢會長嘅職責，所以能夠得到校友們嘅可評。佢今日已經係第3次連任校友會嘅會長，多謝佢。接住落嚟嘅係邀請我哋廠會嘅會長黃翠玉主持，多謝。尊敬的定人總會館伍敬文副主席，尊敬的僑社嘅領袖，尊敬的定人總會館伍敬文副主席，尊敬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黃楚文會長，尊敬的前美黃氏宗親會美西黃傑宗元老、黃朝爭總長、各位元老、顧問、黃偉勝主席、屋崙黃氏宗親會黃文正主席，尊敬的台山聯誼會陳德和會長，各位兄弟校友會嘅會長、副會長、校友們、
居正中學校友會嘅全體校友們、顧問們、慈善捐會者、副會長、理事們、嘉賓們、新聞界嘅記者朋友們，大家晚上好。今日係我哋居正中學校友會成立13週年慶，亦係我哋嘅校友會每年構建一個聯絡校友、凝心聚力、歡聚一堂嘅大好日子。承蒙僑界嘅領袖、兄弟校友會嘅首長代表校友利能共祝，同慶同樂，大家能夠喺呢個異國他鄉相逢，呢啲係難得嘅緣分。喜見滿堂喜氣，盡係久別重逢嘅欣喜，把手聚舊，閒話家常，訴不言嘅話語，道不言嘅喜悅，處處都充滿着熱鬧同埋溫馨。喺過去嘅13年，校友會自從成立到依家，都能夠團結和諧嘅氣氛中穩步發展，而且日益壯大。喺歷屆嘅會長、副會長、理事們嘅精心推動下，群策群力，集思廣益，共同探討，贏人所長，齊心合力，共同辦好會務。呢啲無私嘅奉獻可喜可賀。希望喺未來嘅日子，校友會在余善堅會長嘅帶領下，全體紅人同心同德，同埋全體嘅校友精神團結，誠情啟後，開結重新，推陳出新，輕時並進，把校友會呢提過更上一層樓。居正校友會明天一定係會更好嘅。最後，恭祝居正中學嘅校友會同埋各個社團、各個兄弟校友會會務昌隆，恭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財源廣進，萬事勝意，家庭幸福，祝大會圓滿成功，大家有一個愉快嘅晚宴。多謝。多謝我哋嘅廠委會長黃翠仁，佢對我哋嘅校友會一直以嚟都係咁熱心於我哋嘅校友會嘅，佢從來都唔計較自己個人嘅得失，佢經常為校友會出錢出力，佢呢種無私嘅奉獻精神，得到我哋校友會嘅全體會員嘅讚賞，我哋好多謝佢。接住落嚟嘅係，我哋邀請自美台山羚羊總會館伍彥文副主席致辭，歡迎。尊敬嘅居正中學校友會會長余善堅會長、黃翠蓉廠會會長、各位副會長、各位校友、僑社各位嘅首長、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今日我懷着無比榮幸嘅心情，代表我哋鄺健昌主席，我哋台山羚羊總會館參加舊金山居正中學校友會嘅盛會。首先請允許我向嗰次校友會精心組織、以熱情邀請致以誠摯嘅感謝。居正中學作為承傳我哋中華文化、培養英才、
作出咗好大嘅貢獻。居正中學精英雲集，人才輩出，校友遍及海內外。喺我哋嘅僑社，不少係來自我哋居正中學校友會嘅精英。我哋黃氏啊，喺我哋寧陽總會館啊，係擔當重要嘅嘛職位。並且我哋僑社咧，我哋居正中學校友會嗰啲校友啊，都係出入各個行業嘅領導者，好似我哋寧陽呢，有我哋黃楚文商董啊、黃中華商董啊、黃偉林商董黃傑忠商董有我哋黃氏主席黃偉黃偉成主席都係來自我哋居正中學嘅。為我哋嘅僑社嘅繁榮同埋發展作出咗好大嘅貢獻。喺呢度，我祝願居正中學校友會會務昌隆，祝各位校友事業行達，並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勝意。多謝。好多謝寧陽總會館伍彥文副主席對我哋嘅支持同埋鼓勵。我哋亦多謝中華總會館嘅總董，亦係我哋寧陽總會館嘅主席鄺敬昌主席，以及我哋寧陽總會館嘅商董們，能夠喺生活嘅忙碌之中親自到來出席我哋校友會嘅慶會。所以我哋有一句話叫做踏遍千山，過盡萬里，到頭來還係故鄉情最深。多謝你哋，我哋亦可以感恩緣分，以及我哋校友會嘅興人，所以我哋在座每一位嘉賓喺遠離我哋家國嘅茫茫人海中，今日能夠有緣歡聚一堂，我哋應該共同珍惜我哋生命中每一次嘅會境，同埋相依相伴所走過嘅每一段黃金嘅歲月。多謝你哋。接下來嘅係邀請全美黃氏中親會潮增總長致辭，歡迎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創會會長黃翠容、余成娟會長，各位僑團嘅首長，各位校友會，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日我有機會同大家一齊為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成立13週年年慶，好高興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係喺各省
社會嘅團體、各校友會上嘅一路路共同熱心嘅支持下，加上校友嘅傾心盡力同埋無私嘅奉獻之下，一步步踏上第13年。校友們呢種愛國愛鄉、感恩母校重情重義同埋團結友愛嘅精神，贏得咗社會肯定同埋好評，係使到校友們能夠深深咁體驗融入到華僑華人嘅族群裏邊。校友們嘅長期努力，不但成就咗校友會嘅今日，亦啟迪到校友嘅明天。作為皇氏嘅子弟，我好欣賞你哋，亦更加感謝你哋。我相信通過校友會嘅不斷努力之下，一定能夠共到校友更加嘅燦爛嘅明天。最後祝校友會會武昌隆，慶會圓滿成功，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勝意。多謝大家。好多謝我哋前理皇氏潮曾總長對我哋嘅鼓勵支持。我哋多謝歐聯皇氏中親會經常對我哋嘅母校更新支持，多謝你哋。跟住落嚟嘅係由我會嘅李文平顧問宣讀開始，多謝。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我今日代表居正校友會宣讀母校嘅賀信。尊敬嘅黃翠容創會會長、余禪娟會長嘅全體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因為貴會於2025年5月18日舉行創會13週年聯歡宴會，台山市居正學校全體師生謹向你們致最熱烈的祝賀和最誠摯的問候。13載春華秋實，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始終發揮着凝聚校友力量、傳承母校精神的重要作用，積極組織各類活動，為校友搭建起交流互動的溫馨平台，促進了校友之間情誼的深化與傳承，更讓大家喺異國他鄉也能感受到來到偉大祖國母親同埋家鄉母校嘅溫暖與關懷，宛如一座堅實的橋樑，使大洋彼岸的校友與母校緊密連接着，讓校友們心相依情相連。13載愛心永繫，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始終心繫家鄉母校教育教學事業發展，通過各種方式為學校的建設而進步貢獻力量，支持學校教育教學改革，助力校園文化建設，兼助長教長學。每一份努力，每一次付出，都包含着校友們對家鄉母校的深厚情誼。呢啲支持不僅為母校嘅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激勵着居正學子努力奮進。誰言千咗心，報得心先飛。學校全體師生均銘記於心，感恩不已，更願意校友們為港人立志成才，回報母校。13載雖沒豐盛，展望未來，我哋滿懷期待，相信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定能繼續發揮獨特嘅優勢，
不斷創新發展，凝聚更多校友力量，持續為家鄉母校的發展出謀策劃，添磚加瓦。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校友會必將邁向更加輝煌的未來，創造更多令人矚目的成績。母校亦定能在教育之路上穩步前行，培育出更多優秀人才，為社會發展貢獻更大力量。再次祝願美西台山居正中學校友會13週年聯歡宴會圓滿成功，祝願校友會蓬勃發展，越辦越好，祝願各位校友身體健康，事業順遂，生活幸福。台山市居正學校黨宗知事秘馬兆強校長余艷權，2025年4月12日。咁我咧都祝福個今日身體健康。唔記得好嘅，我哋多謝李文平顧問對我哋嘅更新同埋支持。接住落嚟嘅係由我會嘅顧問黃宏創先到繼續嘉賓，有請。各位嘉賓、各位來賓、各位首長，我哋依家代表我哋美西居正中學校友會，向大家介紹今日參加宴會嘅來賓。我哋介紹到嘅呢，就請你哋起下身，同大家相見，多謝你哋。首先呢，我就想請廚房起菜先好嗎？我依家介紹呢，第一位呢就係我哋嘅志美中華總會館總董，志美名人總會館主席鄺建昌先生。志美名人總會館伍賢文副主席，我哋黃氏中餐會美西元老黃傑忠伉儷，黃朝爭總長伉儷，黃氏中餐總會總會主席黃偉盛伉儷。兩輪黃氏中餐會黃文正主席伉儷，志美伍瑞新總公所元老伍全燦總顧問伉儷，伍次明主席。舊金山灣區中國統一促進會會長黃楚文伉儷，我哋美國英軍工商總會元老李彪，美國英軍工商總會總理鄧偉文伉儷，台山聯誼會會長陳德和會長，我哋潮江同鄉會會長黃宗儀伉儷，留美台山現力中學校友會李愛仙顧問伉儷，蔡建河會長伉儷。余錦瑞副會長伉儷，余文副會長黃順進顧問，瑞英校友會名譽會長黃傑忠伉儷，譚炳輝顧問。會長葉劍河，馬策凡副會長，黃
黃麗蓉副會長、黃德強顧問、雷美水務中學校友會會長李本新、副會長雷麗珍、副會長廖響俊、副會長廖銀章。屋倫黃氏中親會、黃文正抗麗、黃偉陽主席、副主席、黃朝爭總長抗麗、黃炳純顧問、黃傑忠元老抗麗、葉君漢長司機抗麗，伍氏中親、伍瑞新總公所、伍船燦元老、伍船燦抗麗，伍處委總長抗麗，伍燕文顧問，伍次明主席，台師校友會歐占光會長，薛碧芳副會長，馬國華副會長，李景璇秘書，雷秀玉導師。跟住咧，我哋順便介紹埋我哋居正校友會嘅職員。首先就係我哋嘅創會會長黃翠容，我哋嘅會長余善娟，我哋副會長黃偉林、黃燕權、譚彩瑩、黃妙華、黃碧蘭、黃傑溫，我哋嘅顧問有黃傑忠、黃彭闖本人、黃楚文、李文平、曾建雄、黃運薇、黃瑞霞。代表我哋聰哥補充介紹我哋台師校友會，因為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咧就噏錯咗一個字嘅咁啊咧係台師校友會嘅會長咧係歐占國，起立認真嘅。個副會長係薛碧芳，仲有個副會長馬國華，個個識嘅，前台山人都識㗎，我哋伍燕文顧問，陳德和顧問，仲有蔡美羅靚女顧問喺邊度啊？接住咧，我哋再補充伍瑞新總公所，佢元老伍善振，副主席伍寶礦，起立以上相見。多謝。仲有一個係台山僑中校友會，台山僑中舊金新灣區校友會會長李萬羅，副會長余繁榮，副會長林堅博，副會長譚詠琴。介紹暫時到呢度，如果有錯漏嘅，
大家講上嚟，我哋再補充。大家拍手掌。多謝我哋嘅顧問黃宏創，多謝你。接住落嚟嘅係由我會嘅副會長黃偉林嗰個答謝詞。OK， 大家覺得呢個場地而家爽嘛？一邊食就一邊欣賞又有好餸好酒咁我而家咧，我哋嘅主持人咧就叫我上嚟咧致個答謝詞。咁咧，我哋個答謝詞咧係比較簡單，大家一邊聽就一邊食，個爽啲聽下就 OK 㗎啦。因為我哋係娛樂性質嘅OK， 多謝我哋尊敬嘅致美中華總會館嘅總董暨寧陽總會館嘅主席鄺建生先生咁咧我伍彥文副主席咁接住咧係我哋係英典工商總工會嘅鄧偉文，佢琴日先報嚟嘅所以咧我哋俾個掌聲佢，多謝佢支持接住咧係多謝係我哋全美皇氏美西嘅總長曹增總長總會嘅主席偉成主席聯誼會咧德和哥會長我哋中國統一促進會會長黃楚文仲有咧我哋好多嘅嘉賓好多校友咁咧非常之多謝大家啦係嘛？今日咧係各位嘅嚟賓各位嘅女士各位嘅先生咁近嚟大家都晚上好。今年咧，我台山居正校友會就成立13週年，大家睇下呢個橫額都寫好清楚㗎啦，係嘛？咁咧係非常之多謝大家喺百忙之中佢哋抽出寶貴嘅時間，佢嚟出席我哋今日嘅晚會同時咧亦都非常之多謝你哋送嚟咗好多嗰啲美麗嘅鮮花啦，就有嗰個台務嗰度收咗好多嘅豐厚賀儀咧，係嘛？呢個咧係俾我哋嘅校友嘅極大嘅支持我喺度咧就係代表我哋居正校友會嘅全體嘅職員向大家表示咧一個叫做誠懇嘅感謝多謝晒。咁接住嚟咧就係多謝特別嘅節目嘅人物咧，係由黃翠瑩廠委會長組織一個叫做抽獎活動，同埋捐住啲紅酒嘅方明，佢有攞塊玻璃遮住雙眼睛睇到非常之感謝，非常感謝13週年嘅出資捐助、抽獎活動同埋捐助紅酒嘅熱心嘅校友有成1把聲、2把聲咁多人個方明咧係黃翠陽係700萬，黃艷權600，余成娟有300，余石更300，78屆嘅校友有300，余繁榮300，黃宗儀300，陳德和300，今日咧黃運薇有200，黃妙華200，今日咧請我哋讀多個人名嚟咧，就大家一起立以眾相見。黃翠陽起身，黃艷權起身，余成娟、余薛更
黃繁威，黃繁威 ，OK。哦，二繁威係二繁威 ，sorry，啲白嘅 sorry 啦。黃宗義，陳德和咧？陳德和會長啦，喜立啊！接住咧係黃運薇、黃妙華，總共成3500幾萬嘛。請大家鼓下掌，多謝佢哋好嘛？咁接住咧呢位邊個特別嘅人士啦？每年每屆都做呢樣嘢咧，大家喺台面分享嗰啲正確講法係男兒肉，啖啖都係肉嘅。係由咧我哋嘅校友李文平取咗佢嘅祖傳秘方去後製嘅。請李文平起立，大家鼓個掌多謝佢。你識自己創立㗎？咩祖傳啊？係啊，佢自己創作㗎。佢自己發明㗎喎，創造㗎喎。跟住咧佢13週年慶嘅贊助，我哋而家嘅特級攝影師佢嚟錄製嗰個晚會嘅視頻嘅名單咧，就有余嬋娟100，黃妙華100，黃碧蘭100，馬秀雲100，黃偉南100係本人，即係佢啊！OK， 咁啊咧，仲有咧，我哋13週年捐助賀兒嘅方明咧，呢度有認真啲啦，啲講錯咗又唔中意嘅喎。余嬋娟300，起身。李文平200，余石堅100，黃翠柔300，唔該起下立。黃宗儀200，黃碧蘭100。78屆嘅校友係500萬，請78屆嘅全體校友起立，78屆嘅。跟住係黃妙華100，余繁榮200，呢個係賀兒嘅。黃極溫100，黃極溫咧都係新做嘅副會長。黃極忠100係顧問，黃楚文100係顧問，黃馮創100，黃錦柳100，黃楚文黃偉流，即係佢都係本人咧100。OK， 咁啊咧嗰啲贊助嘅咧同埋熱心人士咧個方面咧，我已經係多謝業主啦。五船陳有200 ，OK， 仲有請阿陳哥起身，起立。阿陳哥係我哋唐人埠大都市嘅市長嚟嘅，你個個認識？係啦，英英總工會嘅總理鄧偉文100 ，OK， 你嘅資料我疏忽咗，多謝啊。鄺敬請總統又有100係嘛 ？OK， 多謝。總會黃偉成100 ，OK， 多謝。我講我100啊嘛。OK， 好啦，嗰啲已經係表揚完畢㗎啦嚇，跟住咧我就講翻我自己嘅政傳我哋嘅居正校友會咧係創辦於2012年嘅，居正校友會咧係從一個星星之火或者火柴頭咁樣火嘅咧，佢着咗之後咧，到而家咧就發展咗壯大，成為咧係比較完善咁樣嘅團體比較完善嘅團體。OK， 居正校友會咧有今日嗰個成績咧，就係全靠我哋
校友會嘅職員嘅共同努力仲有呢，在座各位嘅鼎力嘅支持使得我哋今日嘅宴會呢嘅場面呢，就做咗最好嘅爭取㗎啦，係嘛？即係呢銅筆都生輝啦我喺度呢，代表我哋居正校友會全體嘅紅人，祝在座各位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係事事都如意。多謝大家，多謝。多謝韋林副會長。接住落嚟嘅係敬酒時間，邀請我哋本會嘅正副會長、顧問以及指家席所有嘅嘉賓上台來，以嘉賓來敬酒。敬酒現在開始，第一杯為中美嘅友誼、社會嘅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乾杯！乾杯！第二杯祝校友會會務清涼，各位嘉賓校友身體健康，萬事勝意，乾杯！乾杯！多謝大家。余善娟會長為我哋唱出《海闊天空》。或者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風雨裏追趕，霧裏分不清影蹤，天空海闊地可會變？為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寒夜裏看雪飄過，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我歌，走遍千里。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面向大海。
点好歌。相恋爱，我这就在岸上走，听惯了草东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人生的路梦，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土的上，到这个有先生的力量，好山好水好地方，飘飘大路多漫长，人流来了越好久，人生的才能来了，听见他的有人腔，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这都有我们的家。多謝我哋嘅顧問啊，非常之好聽。昨天走。
黃朝九子係黃朝九子嘅，第一緊呢就黃朝九子啊嚇，咁咧好多人交，你啲嗱，依家你喺嗰度咧就抽一個號碼出嚟，佢睇唔到㗎，咩號碼？5號，你哋去睇下，跟住第二根精點小盤，精點小盤嘅，你幾時啊？還有點心會，點心會啊？聽到陽光啊！點心會，呢個抽號碼出嚟。6號，咁你6號、5號、5、6、7、8、10號。係呢家隻5字嘅前面係我哋抽一張。個個咧都事業有成，家庭幸福身體健康，咁就多謝你哋參加，明年再見。每個夢想都值得灌溉，眼淚變成雨水就能落下來，每個孩子都應該被寵愛，他們是我們的未來，這是最好的未來，我們用愛鑄造完美現在，千萬溪流匯聚成大海，每朵浪花一樣澎湃，這是最好的未來，不分你我，彼此相親相愛，千山萬水傳遞着關懷，幸福永遠與愛同在，每個夢想都值得灌溉，眼淚變成雨水就能落下來，每個孩子都應該被寵愛，他們是我們的未來，同一天空比想象